知道呢個係咩圖形啊？圓形嚟㗎。咁你又知唔知圓周、圓心同埋直徑係咩嚟㗎？唔係好知喎。個係一個圓，圓係一條曲線，而呢個曲線係圓嘅周界，稱為圓周。我哋沿住圓周剪出圓形，將圓形紙對接2次之後打開，2條接痕相交嘅點係圓嘅中心點，稱為圓心。我哋通常用 O 嚟標示。沿住圓形紙上面嘅接痕繪畫線段，連接圓周上任何一點同圓心 O 點嘅線段，稱為半徑。呢個圓上面嘅 OA、OB、OC 同埋 OD 都係圓嘅半徑，而連接圓周上2點，並且通過圓心 O 點嘅線段，稱為直徑。呢個圓上面嘅 AC 同埋 BD 都係圓嘅直徑。如果我哋知道圓嘅直徑，我哋就能夠計算出圓周出嚟啦。其實派就係圓周同埋直徑之間嘅比例，徑1周3，直徑係1cm，圓周大概就會係3cm。但係派呢個數字呢，其實唔係等於3㗎喎。喺套片裏邊呢，係介紹咗我哋古代中國嘅數學家點樣堅毅不屈咁樣揾出精準嘅派數值出嚟。請各位同學細心欣賞。生活在三國時期的劉輝認為，用周3進儀計算出來的圓周長實際上是圓內接正六邊形的周長，與圓的實際周長相差很多。如果內接正多邊形的邊數越多，其形狀就越接近圓。因此，只要使用邊數足夠多的正多邊形來模擬圓，然後計算這個多邊形的周長，就能得到更為精確的圓周率近似值。正多邊形的邊數越多，計算結果就越準確。這種方法被稱為割圓術。劉輝從直徑為2尺的圓內接正六邊形開始割圓，逐漸得到正12邊形、正24邊形等。割得越細，正多邊形面積與圓面積之差就越小。他表示，割之彌細，所失彌少，割之又割，以至於不可割，則與圓周合體而無所失矣。他一直計算到圓的內接正192邊形，得到2個近似值 3.14 和 3.1416， 這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圓周率值。南北朝時期，祖沖之及其兒子祖艮在劉輝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雖然沒有直接記載，但他可能繼承了劉輝的割圓術。通過計算圓內接正6144邊形和正12288邊形的面積，得到精確的圓周率值介於 3.14-15926 和 3.14-15927 之間。我哋要學習佢哋嘅堅毅同埋唔放棄嘅精神。如果大家想對派同埋圓周有更加多嘅認識，請大家留意3月14號嘅派 Day， 將會有更加多精彩嘅內容。多謝大家支持。派等於3.141595262485262862862862862804825345362862862804828634825342117069。大家好，我係上年6 LD 嘅畢業生，我嘅名叫關心。而家就讀緊馬鞍山聖若瑟中學。今日我以師兄嘅身份嚟為大家介紹呢一個關於數學派 Day 嘅背誦圓周率後小數點嘅比賽。我係上年呢一個比賽嘅冠軍，而我嘅紀錄係小數點後100位。我喺呢度希望大家可以踴躍參與呢一個數學派 Day 嘅活動。
舉行喺3月14號，睇下可唔可以有人打破我嘅紀錄。